站立哦，我们用这首诗歌来敬拜、来赞美我们主。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主。和山啊，和山啊，和山啊，归于至高神。来，手借给我。和山啊，和山啊，归于至高神。和山啊，和山啊。和散那归于至高神，我们齐声赞美，你至圣尊名，全名尊荣归于主我神。和散那归于至高神，荣耀荣耀，愿荣耀归万王之王。荣耀，愿荣耀归万王之王。我们齐声赞美，你至圣尊名，全名尊荣归主我神。愿荣耀归万王之王。和散啊，和散啊，和散啊。和散那归于至高神，和散那，和散那，和散那归于至高神。我们一起来赞美他，我们齐声赞美，你至圣尊名，全名尊荣归主我神。和散那归于至高神，荣耀。荣耀，荣耀，愿荣耀归万王之王。荣耀，荣耀，愿荣耀归万王之王。我们齐声赞美，你至圣尊名，全名尊荣归主我神。愿荣耀归万王之王。我们拍上将荣耀归给我们这位至高的神哦。弟兄姐妹，我们要一起来感谢，一起来赞美他，一起来称颂他奇妙的圣名。我们要用主的话语一起来宣告说：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弟兄姐妹，我们要赞美我们的神哦！你自己在经历是什么样的神？是一个赦免人的，是一个医治的，或者是一个供应你，是一个安慰你，是一个给你智慧的神。我们每一个人经历的都不一样哦。那我们可以把我们所感受的献上哦。经文告诉我们说，这位神是恩典，引导我们走正路，必是平安或者是安舒的日子哦。那我们如何来到他的面前来寻求？唯有悔改、回转，然后罪得以涂抹，然后呢，你才可以享受这样的一个平安的日子。所以，我们从经文当中，我们可以领受，可以来称颂，可以来感谢，可以来悔改。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开口同声来赞美、感谢这位神。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开口来称颂你，因为你的圣名至高胜过一切万物所有的名。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赐下美好的食物，因为你赐下安舒的日子，因为你赐下正义的路，让我们来寻找，让我们来寻走，让我们能来享受。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一起来欢庆，一起来赞美。愿你的荣耀充满在你的圣殿，愿你的恩典充满在你的子民当中。主啊，当我们口称颂你的圣名的时候，你的圣名要在这万邦万国万民当中得荣耀。是这个，谢谢主。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主日早晨，我们一起来敬拜，来赞美你。
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一早起来可以有生命的气息。一早起来虽然下着雨，但是这是你的恩典，因为你所下的恩雨滋润，让我们所栽种的可以成长。主，因为你的恩典够用，因为你赐下平安的道路、恩典的道路，使我们能够回转归向你的这些子民，能够得着享受安舒的日子。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的圣灵来感动提醒我们，好叫我们不离开你的恩典。谢谢主，今天早晨的敬拜，我们将一切荣耀赞美都归给你，愿你来悦纳。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弟兄姐妹，我们要一起来祈求神的恩典、医治、平安、供应。所以我们先来读这一段的经文，一起来。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再一遍来，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我们的主给我们一个呼召，给我们一个应许，也给我们一个方法。凡劳苦担重担的，就是我们一早起来，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好烦哦？劳苦是成为你的重担的，把它带到神的面前，带到主人面前。所以主耶稣给我们一个方法，说：你学我的样式哦。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就必享受这样的一个平安，这样安息在你的里面。我们要为着，特别是这几方面我们知道可能我们的亲人正在医院特别我们为了亲荣弟兄为了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在面对癌症，或者是最近好多弟兄姐妹确诊虽然是类似这样感冒，但是还是不舒服，所以我们为着他们来祝福、来祷告。我们也为着求神来医治、供应、来赐福在我们当中特别我们为秀恩姐我们为在场的，如果你知道谁在病痛当中，我们也有这个失去亲人的这一些的哀伤，我们为钟君成弟兄的遗嘱那我们求主来安慰所以我们可以邀请主在你的生命，在你的全人灵魂体、思想、情感、意志，我们求主来掌权。因为一早起来跟我们思想，你也想法，你的思想就会影响你一天的心情。所以我们邀请主让你做连思想的主让我们所思、所知、所想的都能够成为神所喜悦的如果在场的你有需要被祝福的，你可以站立起来，我们要为你来祝福、来祷告，或者是坐着，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是看顾我们，将一切美好事物要赏赐给敬畏你的人。主你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你知道我们的亲人，我们自己，你知道我们正处在可能缺乏，处在前面的道路不知道如何来寻求，处在主你要指引我们方向的阶段。主你知道我们生命的破碎，你知道我们生命的软弱，你知道我们生命的病痛。主我们奉你名来到你圣人宝座面前，求你医治的大能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弟兄姐妹同在，特别是世上亲人的，求你的圣灵来安慰，充满在他们当中。主我们恳求你，因为在我们软弱无力，甚至没有办法祷告的时候，你的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来为我们代求。主你知道我们的难处，主你是那位一愿供应我们足够有余的神。主谢谢你，因为我们来亲近你，凡劳苦担重担的人，你说我们可以亲近你的，我们可以得享你的安息，得享你的平安，学你的样式，因为你必为我们担负我们的重担，负我们的恶。你的恶、你的担是轻省的，是容易的。谢谢主，
让我们再次将我们的忧愁烦恼，将我们一切的挂虑交托在神你的手中，也赐给我们信心，凭着信心交托仰望来信靠主。我们要看见神你的应许必应验。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最后来为主日来守望来祷告，我们一起用主的话语来宣告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听了我恳求的声音。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心里倚靠他，就得帮助。所以我心中欢乐，我必用诗歌颂赞他。弟兄姐妹，耶和华是你的吗？还是只有是诗人的？如果是成为你的，你可以随时支取啊，你可以随时亲近，不是吗？你可以随时成为你的帮助，成为你的依靠，成为你的喜乐。你要唱歌就唱歌，你要哭赖着唱，随时都可以。所以是不是成为你的？如何成为你的？就是你宣告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为着自己来祷告。你领受了救恩了吗？你领受救恩的时候，你有随时倚靠他吗？你有随时读他的话语吗？昨天有一位没有信主的先生，他说我的太太整天几乎都是在看圣经。我说很棒啊，虽然他没有信主哦，虽然这个先生没有信主，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教会。我感谢主，你也可以一起来经历啊。所以弟兄姐妹，你可以享受在神的恩典当中，或者是说偶尔，这是取决于你哦。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为我们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哦，关系越紧密，你的力量越大，你的依靠越多。我们也为着今天医疗关怀，不知道可不可以承袭，因为外面如果有在下雨的话就会暂停。弟兄姐妹，我们特别为了下个主日哦，我们要选举，我们要选出求圣灵的感动，选出长老执事。这些长老执事起来是要协助牧师治理教会，好好祷告哦，愿意的，愿意摆上的，愿意顺服在圣灵的引导的，我们恳求神来感动我们。下个礼拜只有一场在那一边哦，在我们的新堂，我们要试用哦。那这一周的祷告见证会，我们也一起来听听弟兄姐妹如何在困境当中经历上帝奇妙的恩典。我们恳求神来帮助我们，透过松联大学，透过这些年长者的事工。你知道我们这5-6年来这5-6年来，我们的年长者30-40个以上受洗。过去觉得不容易，但是在上帝怎样没有难成的时候，所以我们不要让这些不属神的思维限制我们。不可能，在神凡事都能。那求主也掌权哦，因为我们看到现在旅游也蠢欲动了所以大家都在订机票了，但是一切都在上帝的手中，不是吗？人不能够决定一切，但是我们求神来怜悯让我们能够像刚才的经文说，过安舒的日子所以我们透过线上关怀直播的课程，也要帮助人能够来亲近神。所以弟兄姐妹，我邀请大家一起站立来，我们开口来祷告，也为牧师来祷告，让牧师透过上帝的话语能够忠实传讲神的信息，让你能够获益，让你能够领受神的恩典。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今天早晨的敬拜，愿你的宝座就设立在这里。当我们敬拜赞美的时候，你的荣耀就充满在你的圣殿，你的话语要进入到我们灵里面。主啊，让我们渴慕你，如入渴慕溪水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来渴慕你的话。主啊，你的话来浇灌我们，让我们能够参与在圣光，让我们能够看见神你给我们恩典，我们来回应主，向
谢谢主，我们将早晨的敬拜交在你的手中。亲爱的圣灵，求你来感动我们的心，扎我们的心，因为你的话语使我们愚妄的能够成为有智慧的，使我们没有盼望，使我们绝望的能够再一次得着盼望。主啊，今天早晨敬拜，我们要用信心来宣告说，主，你应许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事情必要应验了。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去经历到你的话语的真实，在基督耶稣里面都是是的。谢谢主，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要一起用主祷文同心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主啊，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使我们经历你，使我们与你一起来领受你的恩典。弟兄姊妹，我们一起站立来敬拜我们的神。就我们的双手。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耶和华已战胜仇敌，战胜仇敌，全地大声欢呼。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耶和华已战胜仇敌，战胜仇敌，全地大声欢呼。耶和华是我力量，我心中一切的盼望。耶和华是我的诗歌，又是我的拯救。神子民行走全地，报好消息宣告你的名，高举的神的旌旗，我们称谢你，你是我神。好，那大家都很早起，那我们身体最近又有点冷，对不对？早晚温差有点大，所以我们来简单的活动一下身体。帮我副歌。那等一下我们再唱到副歌“耶和华是我力量”这里开始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简单的小动作。好，那我们会有来第一句“耶和华是我的力量”。那耶和华的话就是我们的神嘛。那加一个小知识。手语的神是这样比的：先伸出你的左手，我跟你们相反，所以我比右手。伸出你的左手，然后再伸出你的右手，把你的左手食指包住，然后再稍微往上。这个是神的手语的意思哦，包住往上，这个是神手语的意思。那如果你未来有遇到不会手语的朋友，就可以跟他现一下，我知道神的手语是这样比哦。好，那耶和华就这样，耶和华是我的力量，就形成一个类似盾牌这样子。我心中一切的盼望。那耶和华是我的诗歌，就拿一个歌本，又是我的拯救，就比一个十字架。好，下一段。好，然后一样神子民，我们这也神代替，行走学弟就走一下，然后报好消息。宣告你的名，这样子报好消息。那高举得胜的旌旗，我们就举高挥手。好，我们称谢你，就来敬礼，这样子。神，你是我的神，这样子很简单吧？可以吧？好，那我们从头再来唱一次。那等一下进副歌的时候就跟着我跳 ，OK。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耶和华已战胜仇敌，战胜仇敌，全地大声欢呼。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
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耶和华已战胜仇敌，战胜仇敌，全地大声欢呼，来喽！耶和华是我力量，我心中一切的盼望。耶和华是我的诗歌，又是我的拯救。神子民行走全地，报好消息宣告你的名，高举的神的旌旗，我们称谢你，你是我神。从头再来一次。耶稣的日子，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耶和华已战胜仇敌，战胜仇敌，全地大声欢呼。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耶和华已战胜仇敌，战胜仇敌，全地大声欢呼。预备喽！耶和华是我力量，我心中一切的盼望。耶和华是我的诗歌，又是我的拯救。神子民行走全地，报好消息宣告你的名，高举的神的旌旗，我们称谢你，你是我神。副歌再走。耶和华是我力量，我心中一切的盼望。耶和华是我的诗歌，又是我的拯救。神子民行走全地，报好消息宣告你的名，高举的神的旌旗，我们称谢你，你是我神。再一次来，耶和华，耶和华是我力量，我心中一切的盼望。耶和华是我的诗歌，又是我的拯救。神子民行走全地，报好消息宣告你的名，高举的神的旌旗，我们称谢你，你是我神。将一切掌声荣耀归给我们神。哈利路亚，是主，谢谢你带领我们，使我们能够征战得胜。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你。弟兄姊妹请坐。我们感谢主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定的日子，使我们能够在这里一起来敬拜神，一起来聆听神的话语。我们合一的聚集来遇见神，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恩典。神的子民合一聚集，热切期盼遇见你。借我你们手。天要敞开，神的道传遍，因为我们渴慕寻求你。主啊，我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我相信，喜乐的江河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将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主啊，你使我们成为你所喜悦的人。主啊，你成为我们的帮助，带领我们能够来遇见你。主，谢谢你。神的子民合一聚集，热切期盼遇见你。天要敞开，神的道传遍，因为我们渴慕寻求你。在这里，在这里，
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我相信，喜乐的江河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将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主啊，你的灵在我这里，你的灵在这里，这里就有自由，神灵自由运行无止境，一山到海星星，建立不断升起，期待伟大神作奇妙事。主啊，我在这里，主啊，我知道你在这里，这里，在这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我相信，喜乐的江河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将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主啊，你的荣耀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将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铺张云彩当遮盖，夜间是火光照。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在干旱之处使水流成河。我们要欢呼，诉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诉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从头来，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命令狂风止息，那波浪就平静。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张开双手，我们就得保住。我们要欢呼，我们要欢呼，诉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诉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铺张云彩当遮盖，夜间是火光照。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在干旱之处使水流成。主啊，我们要欢呼，我们要欢呼，诉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诉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主啊，你必带领我们，他必带领选民欢呼向前。主啊，你必将列国的地赐给我们，他将列国的地赐给我们，他必带领选民欢呼向前，他将列国的地赐给我们。再次向神来呼召，
他必带领生命欢呼向前，大声的向神来求。他将列国的地赐给我们，将你的需要献给神。他必带领生命欢呼向前，他将列国的地赐给我们，一起来欢呼，我们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艰难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是的，主，我们要大声来欢呼歌唱，因为你的作为奇妙可畏，让我们心所想的，你就照这样来成就了。你是成就万事的神，你掌管万有，施下万有的资源，为你的子民来效力。主，今天早晨的敬拜，愿你的宝座设立，愿你的灵充满，愿你的同在带来给我们平安，带来给我们医治，带来给我们盼望，带来指引我们一个人生的方向。谢谢主，今天早晨的敬拜，愿你来悦纳。今天早晨的敬拜，愿你透过这一些的诗歌，充满我们的信心，给我们有足够的盼望，让我们知道，我们等待许久的，你必成就，你必应验。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我们一起来敬拜。在这样的一个艰困的疫情当中真的不容易，但是神的恩典实在是够用那我们当中有没有第一次来与我们一同敬拜的弟兄姐妹？好，如果没有，我们要来一起来看今天周报的消息。是这个吗？好，那我们有57周年的这样的系列活动那这个等一下在我的讲道里面会有了不过我们有运动会，我们有花艺展，还有57周年我们的奉献的一些可以让我们经历的这一些的管道那我们周报里面不知道有没有有这个奉献单你可以参与在这样的一个奉献那我们今年的奉献特别有一些的感谢大家的参与的限量的纪念品那数量有限，那你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参与我们有一些的最低的金额可以让你一起来参与那按着你自己的感动来认献。因为你的认献，不管是献你的服事，或者是你的金钱，都是一起参与在这样圣殿的建造那我们下个礼拜就可以过去那边看看。那我们一起来建立，我们也不只是这些奉献，我们一起来动一动来运动。所以我们青年牧区很用心的来规划一些的运动的这一些的方式来帮助我们。我们不管是身体的，或者是眼目的我们可以透过这一些花艺看见神的创造好，那我们在下主日只有一场，9点半只有一场那在33号2楼的新堂，我们过去富邦银行它旁边有一个入口我们要走楼梯或者是走电梯坐电梯都可以。那我们第3场的礼拜在7楼照常举行。我们是不是没有空调
那我们会在召开2022年的临时会员和会办理长老执事的选举。那长老要选举5名4年任有4名，3年任的1名。那选举执事8名4年任的6名，3年任的有2名。好哇，怎么那么小？有，这个我们有几位这个候选的名单那朱氏正长老李介成长老、李淑礼姐妹林顺正长老翁炳宏执事、康德恩弟兄张富春长老、陈明荣长老、陈丰盛长老、黄志香长老黄才之弟兄贾伟克执事那蒋承模执事、简忠义长老、蓝敏和这几个候选人我们要从这当中选出5名5名，因为过去有一些的缺额需要来足够的名额来协助牧者团队好，那执事我们是普选，但是我们的小会有推荐这些的名单在当中也有年轻的都有那他们都很棒那也求神来帮助我们，能够按着神的圣灵的感动让我们选出有几位，跟你旁边说8位8位好，所以我们会长老，那如果这名单里面已经有当选长老的我们就会递补，这样会递补。好，那我们就在祷告当中来纪念祷告当中求圣灵来感动我们。好，如果这个有异议者，请在9月25号前向小会书记陈敏哲长老提出，由小会补正。当日如果无法参加的陪参会员，请在10月1号前以书面或向小组长或者是我们小会书记来提出。好，那我们主日下个主日9点半一场请会员依照会籍的小组来入座参加，到时候会弄组别了那小组长请于8点50到达新堂的2楼进行点名，发长老及执事的第1次选票圈选，然后投入招待处的票柜。好，那我们会有会员的领票按照会籍向小组不要忘了向小组长来签名报到那投票完之后，你圈选就投入这个招待处，我们会有一些的票柜。那11点截止后，我们会统计投票数，交给牧师交给议长，在2楼礼拜堂宣布结果。如果超过半数就得票超过半数会当选，如果不足，我们会再进行第2次的投票。好，这个是我们下主日很重要的要未来有4年这样的一个新任的长职。那我们11月6号举行今年度的第6次圣礼典要受洗的弟兄姐妹，请在10月23日前向牧师或者是行政干事来报名。那今天下午中午12点会在401召开第407次的长职会请我们的长职这个除非有重大事情不然不要随便请假好。我们今天看天气如果有下雨，我们就可能暂停如果没有下雨，我们就到社区图书馆有医疗的咨询我们今天是邓志文医师，还有尤佑医医师还有我们的这一些的同工，如果有兴趣参与的，你也可以一起参加。我们第6组的钟君成弟兄钟朝成那他有改名字在9月17号蒙主恩召安息主怀，享年57岁哎呀，跟我同年那定于10月1号9点半在桃园市立殡仪馆美德厅举行入殓与告别礼拜，
11点会火化，这个下午3点会在三峡的天敏山庄举行安放。那9月29号就是这个礼拜48点会在7楼举行家庭的安慰礼拜我们一起为这个遗嘱来代祷。好，我们今天有这个晚上5点下午5点第9组的李信宏、林金文夫妇为新居入错的感恩礼拜那这地址就是在民友5街263号8楼之4。我们一起来祝福他然后其他的请我们自己来看。我们一起来念今天的金句，念2遍，一起来。波斯王塞鲁士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塞鲁士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好，再一次来。波斯王塞鲁士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就激动波斯王塞鲁士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以斯拉记1章1节。我们预备心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我们不明白奉献意义的，你可以不用勉强，用祷告来表达你的感恩。一起用这首诗歌来献上我们的感恩。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神全能神因他至神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神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一起站立来。如今软弱则已的刚强，贫穷则已曾富足，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如今软弱则已的刚强，贫穷则已曾富足，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感恩，感恩，感恩。十二大八天父，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不管疫情如何，你依然丰丰富富的供给我们的所需，让我们一无所缺。奉主耶稣的名，我们在下周10月2号的和会选举中，求主掌权，能够选出合神心意的长子同工，人人做光做盐，使教会的事工能够更趋完美，也带领更多未信主的朋友能够走进教会来认识主、亲近主。在疫情未能缓和的时候，因为疫情受到挫折和伤害的弟兄姐妹，也求主让他们的心中仍然有充满感恩，让他们学习凡事谢恩。当他们向你献上感恩的时候，求你帮助他们经历了挫折中能够得到翻转，你丰盛的恩典也能够向他们显现，也祝福他们的生命在你的面前都能够挪去生命中一切的重担，垂听他们的祷告，医治他们的身体，丰富供应他们的所需，也祝福他们的身心灵都能兴旺蒙福，让他们生命也得着恩典和祝福。亲爱的主，我们在这里献上小小的金钱，求主悦纳。我们将奉献按着公义使用在教会的事工上，也求你祝福弟兄姐妹在疫情期间一切的平安，依然保有一颗感恩的心，常做你所喜悦的事。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阿们。坐下前彼此来祝福说：上帝给你的恩典必然应验。上帝给你的恩典必然应验哦，请坐。上帝给你的应许恩典会成就吗？会应验吗？看你的心啊，看你的心相不相信哦，这是取决于你哦。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先来看上帝的话语，记载在以斯拉记1章1到4节哦。来，我来看哦。好，来，我们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语，一起来。波斯皇帝塞鲁士登基的第1年，上主为要实现他借耶利米先知所说的预言，激动塞鲁士下了一道诏令，用文字记下，传送到帝国的每一个角落。诏令的内容如下：这是波斯皇帝塞鲁士的命令。上主天上的上帝，使我做了全世界的统治者，还有我负责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一座殿宇。愿上帝与你们这些作为他子民的同在。你们要到犹大的耶路撒冷去，重建上主以色列上帝的圣殿。他是在耶路撒冷受敬拜的上帝。如果在流亡的子民中有需要帮助才能回去的，邻居要帮助他们，给他们金银物品牲畜，要为耶路撒冷的上帝圣殿献上自愿祭。愿主的话语来成就在你我的身上，不是只有成就在这几千年的以前哦。那弟兄姐妹，在你的生命当中有哪些事情是你等待好久，然后有就应验，或者是说还是在等待？神有神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哦，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一直在祈求。那我相信借着见证的祷告见证好多弟兄姐妹他们怎么样去在等待的过程当中，怎么样去有时候很辛苦的等待几年，但是终究上帝成就在他们生命当中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在上个礼拜我跟合同牧区去小叮当那其实我接到电话牧师娘打给我，因为她没有去嘛我说什么事那说吓死了我说什么事？地震啊，你不知道？我当然不知道，因为我在路上开车所以我没有感觉。但是听说这个2点44分的时候是很摇晃的，大概浅层地震在台东池上6.8的地震那有吓到了，或是有惊吓的举手一下来。呀，好，住越高楼的越除非你的房子那个防震是很不错的那牧师馆在8楼嘛所以那个撼动有时候地震来是很吓人的那我接到牧师娘的电话，哇，他是很惊吓，然后他就说救我这样可见那个撼动是非常的大。那我们也看到在华东特别是在玉里的地方也有超商倒塌嘛对有什么桥倒高寮大桥我7月19号才经过而已，你知道吗？我7月19号才去那个花莲的那个嘉密山教会去拜访那个黄连新牧师所以我当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那不是我7月19号经过的那一座桥吗？怎么现在变这样然后要上去那赤科山的道路就是我们有看到那个骑士那个骑重机的前面倒后面也倒非常的惊吓我们本来要上去的，结果没有上去我们看到看似不大可能，我们看到这个火车那么重，怎么会因为摇晃那就是倒了倒塌我们还住在玉里1晚呢我不知道有没有经过那个超商，我不晓得但是有时候很突然的让我们觉得很惊吓，特别是在
这个地球科学这个教授啊，这个饶瑞军，他认为这一次的地震哦，不是在一般的过去好像不大被发现的这一些的断层哦，那他认为真的是我们人力物力要放在比较重点的那也预言说未来在这个嘉南地区哦，可能就是下一个可能大地震的地方哦，那可能他就呼吁说可能执政者或者是我们百姓要好好的预备哦。但是弟兄姐妹，怎么样预备啊？你可能会预备吗？那个时候来临的时候，你怎么知道啊？所以很多事情不是在我们的掌握当中啊。就好像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段经文，有时候你怎么预备啊？神的时候到底什么时候到啊？那我怎么预备我自己来参与，来在某一些的事上？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今天这样的一个圣城哦，就是耶路撒冷哦，在当时候的圣经的世界里面，我们看到上帝的选民犹大国哦，被哪一个国家毁灭啊？北以色列是亡于亚述了哦，在主前的722年，还好我的教会历史稍微记得啊。那个南国犹大呢，灭于巴比伦，在586哦，那主前的586年哦，那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差距，那毁灭了要多久了？可以建立吗？可以复兴吗？今天我们看以色列国，神真是恩待他们，你知道吗？那有很多事情，其实上帝是透过这个图很小哦，好，神就是透过这些的先知在每一个世代去宣告说上帝的作为。我们看最右边的这个圈圈哦，就是耶利米耶利米上帝呼召他，然后透过他的预言，在他所爱的子民70年被掳之后被毁灭，然后被抓到巴比伦，然后70年之后要回归，可能吗？能够成就吗？神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透过一些的应许，然后有没有成就？其实我记得我在2000年，我在一个教会，然后递出辞呈的时候，那教会未留了，说牧师你再祷告好不好？2个月后我们再来讨论。那在同个月，我们牧者有一个聚会，那有印度的克兰通牧师在那边跟我们分享。分享完之后呢，他就为个别的牧者祷告。那为我祷告，我们还有翻译，还有录音哦。他为我祷告，他不认识我，就说这是上帝要的。最近会发生一件大的改变，这是上帝要的。上帝要带领到一个新的地方，有新的服事，叫做教会跟教会，教会跟政府的一个连结。我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哦。但后来我离开了，我到新的教会，然后这些事情后来想都成就了。原来上帝借着他的仆人宣告，可能为我们祷告，可能透过牧者为你祝福，为你祷告，指引你人生的方向，要成就应许在你生命当中有一些不一样的事情。你相信吗？或者是听听就好？今天你要听神的，或是听人的呢？特别是从神来的吗？或是真正是从自己内在的声音告诉你？我们要有所分辨，我们要预备好自己哦。耶利米他预言犹大人将在70年被掳之后，他们要回归。我们在看到在耶利米书的25章第8
11到12节，我们一起来念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你们没有听从我的话，这全地必然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70年满了以后，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并加勒底人的之地，因为他们的罪孽使那地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哦。那我们看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在第1、第8、第19年先后3次哦，这个就掳走这个犹大人哦。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人因为不听上帝的话亡国了，然后被抓到巴比伦哦。我们刚才也提到说北国以色列亡于亚述，南国犹大亡于巴比伦，都在主前的事情哦。好，所以我们来看到，在今天最近我们在开始读以斯拉，对，以斯拉记其实就是重返耶路撒冷，然后建造圣殿。所以第一批由所罗巴伯率领的，不是全部的人，多少人？多少人？上面写多少人？看得清楚吗？5万人哦，不是全部人。所以当一个诏令、一个旨意下达的时候，并不是全部人来参与啊。今天可能教会宣传的这些事工，可能有时不是大部分人参与啊，但是很可惜，你知道吗？因为参与在神的圣工，必然有他的恩典、他的赐福哦。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在所罗巴伯率领之后，然后重建圣殿哦，然后以斯帖我们都记得他，这个都有相关联。然后呢，在这个以斯拉我们看到以斯拉记，到后来他才出现哦。那他带领的这个敬拜的团队怎么样来敬畏这位上帝？特别后来我们也会再看到尼希米记建造城墙。尼希米把52天建造城墙完之后，然后不将荣耀归给他。你知道谁带领这个敬拜团队的前面吗？以斯拉，就是把神摆在第一位哦。好，所以今天我们透过这段经文一开始我们要来想说，这位上帝是怎样的上帝？他曾经有透过牧者，透过一些的先知性的预言，在你的生命当中预言说你将要怎样吗？你是听听就好，或者是把这些话也存在你的心里面。如果你对这位上帝的认识，你必可能相信哦。相信的话，你要怎么预备你自己？祷告呢？禁食祷告呢？或者去怎样看上帝的话，然后等待呢？认识上帝的预言，然后你有没有那个信心？有没有盼望？或者是应该要你做的，你有没有去参与哦？你有没有相信这个应许必应验必成就呢？第二个，我们看到相信归一回事，你的参与、你的行动是一回事哦。昨天有一个青年就找我，牧师在电梯遇到，牧师，我要找你问道理。我说不是问道理，是面谈，好吗？他要受洗哦，等待很久，你知道吗？哇，这个黄牧或者是很多人就为这个青年祷告，我一直在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哎呀，有他的环境，有他的拦阻哦，但是感谢主，牧师我要找你问道理。感谢主，这是有过程的我们有等待的时刻。但神奇妙，就是在适当的时刻，弟兄姐妹，你不要用你自己的想法，就是这个时刻。上帝有上帝的时刻，有时候我们操之过急嘛，人讲经书嘛要安怎看办哦。所以神都有神的美意，神都有神的时刻。我们一起来看神预告的应许是什么？那想想看，过去上帝在圣经里面你看到，然后或者是透过一些的先知性的预言，牧者也好，为你祷告祝福，有什么话语要对你说？神的应许是要耐心等待，你知道吗？我们看到在以赛亚，先知以赛亚是在主前大概700多年，他当先知在大概
犹太人他们被掳，然后大概200多年前，在200多年前，他就预言什么？这一些的犹太人被掳要回归耶路撒冷，200年前了，200年前，你相信吗？所以这段的经文，我们看到，一起来念来。论塞鲁士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你看塞鲁士就是我们古翻译本叫做古列王，古列王或是塞鲁士，大流士、塞鲁士这些王，我们可能如果念过历史，大概稍微记得了。好，你看在200年前，大约200年前，上帝就借着先知以赛亚告诉他们，这上一代的那不知道有没有传下去了。那过来我们看到又借着耶利米先知，在耶利米29章10节，我们一起来念来。他借着先知耶利米预言，耶和华如此说：为巴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那今天我们看到以色列，他们经过多少的波折，成就了，后来也被毁了，然后呢，现在他们独立建国了。所以我们看到上帝其实他的预言发出的时候，弟兄姐妹，你会不会耐心等待，或者是很急，上帝啊，你什么时候？上帝，你什么时候医治？你什么时候供应？你什么时候成就在我的生命当中啊？这个是第一个神预言，但是你要祷告，你要耐心的等候有神的时候。所以我们看到在整个这个以斯拉记里面我们大概稍微了解一下。第一段就是1到6章我们看到第一次的回归，然后古列王或是塞鲁士元年在主前的53，我看不打前6年然后呢所罗巴伯这个第一批然后带领着这些的领袖们，大约5万人回耶路撒冷来重建圣殿。那7到10章，我们是看到第二次的回归。那这次是由以斯拉他来带领然后大约5000人男丁大约2000人来重整民心他从圣经、从上帝的话来教导，来帮助他们建造他们的心灵。好，所以我们看到这时候是在我们这些王特别这些王就被掳到巴比伦好，我们看一下就好了所以大概了解说，我们今天看的是第一批，然后古列王或者是塞鲁士他下诏，然后第一批领袖是谁？第一个领袖就是所罗巴伯跟你的旁边说所罗巴伯其实我们如果听过撒迦利亚书4章6节我们还记得吗？讲了什么话？等一下我们会来看所以有一些的先知他们透过这些的预言，告诉这些领袖不要害怕，你依靠我就是了好，第二个我们看到神激动人的心但是激动你要有所取舍，你是为了自己。我在这里已经安身立命了，我很好，现在要我离开舒适圈，我要有所取舍。因为我们看到古列王颁诏的时候，当年被掳到巴比伦的以色列这一些的领袖们，还有南国犹大的这些的百姓他们其实已在这个波斯，已在这个地区生养然后安居乐业。现在要他们做一个迁徙移动，然后可能抛弃了这些原有他们在这里建造的一些的产业。如果是你要吗？呼召你，然后放弃了所有的，然后来跟随主，或是带着一些我们看到他们要面临未知的未来是上帝的圣工重要，还是我自己能够安身立命，我能够安居立业？谁孰轻孰重？
所以这边我们看到，可能我们享受在那种比较安定的时候，我们就不想动。牧师啊，这样就好，我做一个信徒就好了，不要叫我担任什么。弟兄姐妹，神呼召你，神给你有各样的恩赐，是要做什么？是只有为你自己吗？还是神要透过你来祝福更多的人？思想一下哦。所以这些人也在想呢，其中有5万个人，他们有被激动，他们有所取舍，要回去，要离开我这些朋友，要离开这些舒适圈，要离开我的产业，工作可能要放弃，我要转移，回去到那个地方有工作可做吗？回去到那地方不知道变得怎样，老家不知道变得怎样。除了一些80、90岁的这些年长者，大多数他们没有去过耶路撒冷，没有去过，对他们的故乡根本就是一无所知，或者只是听说，从父执辈的来传达，然后听说。关于目前的耶路撒冷状况，他们并不晓得有没有其他的人这个种族住在那边，他们也不清楚。所以这时候被上帝激动他的心，感动他的心，要不要？他才开始想，我要不要被选？开始想，我要不要离开舒适圈？开始想，愿意吗？你自己要决定。第3个，我们看到归回之路，不知是福是祸来，所以才有这一段撒迦利亚书的4章6节，一起来念来。上主万军的统帅说：“不是靠武力，也不是靠才能，而是依靠我的灵才能成功了。”这个是现代中文翻译本。如果你习惯背和本的，万军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而是依靠万军之耶和华的灵，怎样方能成事，才能成功。那表示所罗巴伯他第一批成为这个领袖，带领要回去，困不困难？困不困难？困难啊，不是容易的，就好像我们在建造这个圣殿一样，困难呢。在这当中，曾经价格谈不拢啊。开个30、40万，开玩笑啊！要跟国泰富都那边比啊，所以沉寂了大概1、2年了，又回来找我们谈。我们如果继续看以斯拉记里面哦，弟兄姐妹有没有听迦南之声啊？我们3个牧者录得很辛苦了，预备还要说你们是要叛变是不是？然后还要想办法。重新去找那一些的记录，已经过了哪一个朝代了？所以我们看到回乡之路哦，是无是祸不晓得，充满了变数。所罗巴伯他要面对的是什么？外在的好多的压力，除了政治的压力，来自官方的，来自这些的省长，还有地方的势力，或者说地方的角头哦。那你们回来，然后我们呢？然后另外犹大百姓的压力，所以我们看到，如果犹大百姓他们没有跟上的话，只有一个领袖，对不对？起不了作用。有将没兵，有牧师没有长职，有没有用？没有用，对不对？只有单兵作战，不够的。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要选长职？要不要好好选？这些的灵性上，在这样的一个恩赐上，可以协助牧师，因为牧师不是3头6臂，牧师只有一个人，你知道吗？弟兄姐妹需要有这些的长职，能够同心合意，然后协助牧师来治理教会，我们教会才能够荣耀上帝耶。所以领袖所罗巴伯，神的圣灵就告诉他，借着先知传递给他，不要怕，不要依靠你自己。我也常常提醒，不是依靠牧师自己，不是依靠牧者团队，而是依靠什么？万军之上帝的灵，圣灵才能够成功。所以，如果只是一个领袖，成不了气候。
就弟兄姐妹，我们看到透过这段的经文在提醒我们说，刚好我们从撒母耳记上，然后一直跳到这个以斯拉记，我们有机会再回到这个撒母耳记下。但就是神的安排，然后让我们看到这一段的经文，刚好我们10月30号的献殿，怎么样去透过这段的经文再提醒我们，我们看到神应验新的事预告，然后我们看到相信这位神是怎样的神，他会不会成就？不是只有成就在当时候的这个圣经的世界，我相信，你相信吗？也会成就在你的生命当中。牧师经历过了，等一下我们来看怎么样去经历上帝的圣灵来激动人的心，然后我们心有没有感动，还是一无所动？我就做我自己就好了。上帝激动了王的心，激动谁的心啊？激动这个未信上帝的心。这个王古列王，他不信上帝的。那今天上帝的灵激动他，犹大人被掳，经过了大概2个世代了，大概人民心里面对上帝麻木了，不大认识了。如果没有传承信仰，如果没有传承一代称2代名，3代无名，过来咧，4代你请我无用，5代公马满厝经。明白吗？如果1代2代没有传承下去，可怜呢，没菜那个上帝的恩典救恩但是我们看到这些忘记上帝的应许恩典的这些子民，但是上帝却用离耶路撒冷遥远的这个国度，借着一个外邦的古列王，或者是所谓的塞鲁士王，改变了历史，重新让人想到上帝的恩典借着先知耶利米200多年前就预言，就70多年前以赛亚是200多年前然后借着先知耶利米的预言，他要激动了古列王的这些成就了，真的就实现了。然后他就下了一道圣旨，激动人心，因为从官方的命令大概比较能够顺服。好，所以我们来看到这一段的经文，刚才念过了就是第1节，然后在后面我们也看到犹大和便雅悯的族人、祭司和利未人，以及每一个心里被上帝感动的人都准备好了，要回耶路撒冷重建上帝的圣殿。这些便雅悯或是犹大的族人，是在讲你吗？你预备好了吗？要重新来参与来建造吗？王的心激动，也激动民心我们一起来念来。于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祭司、利未人，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圣殿，耶和华的殿所以神的灵有没有激动你的心，参与在某种部分？面对一个新的，神有没有激动你的心？或者是你的心就是这样，像这样麻木了，没有感觉了，我有做礼拜就好了。第2个，我们看到神激动你要回应有没有要起来行动就是现在，所以第一批的人，包括这些犹大、便雅悯族长、主管敬拜的这些祭司，我们看所罗巴伯起来，就是现在，你们要起来，然后呢，他们回应了这些的呼召，他们参与，他们有所取舍了，他们决定了跟随主，不跟随世界了。所以我们看到在第5节，他们回应了是神的手掌管，然后影响激动王，然后下了命令，然后通告这个官方的命令，民间要回应，就是现在，就是现在，你愿不愿意参与？昨天我们一个总务部呼召大家一起来参与，把椅子搬过去，
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就回应了，搬椅子，为了预备下个礼拜，我们也在规划。那么多人报名了670左右，这些要回来圣殿的，这些弟兄姐妹装不下了。这边可能要第2现场，怎么样直播？这些都是考验着我们领袖的智慧。就是现在，你愿不愿意参与？昨天我也跟我们的音响同工帮我们装的我的学长，我在那边怎么样弄？哇！村长老音乐听了怎样？很棒，很美。如果只有音乐棒，可惜；如果只有你的参与，更棒，不是吗？弟兄姐妹，就是现在。我们要不要起来参与？可能座位是你在那边的时候，我们要一起来荣耀神而已吗？还是一起来建造，一起来牧养？那么大的地方，我昨天开，然后有一些学生从2楼经过，要爬上下楼，从上面的楼层下来，然后经过打开，因为门我故意不关，很多年轻人就看一下。看一下，看这个是什么样的地方？我看到的是好多年轻人经过，如何帮助他们，让他们有机会进来？弟兄姐妹，就是现在，因为你的参与，让我们一起动起来。所以青年牧区有预备10月15号。3357是33号57周年，我们要献殿，我们要荣耀神。3个人一组因为打破，因为小组可能要叫人、招人要绕人，可能有困难。然后他们很快就变通，3个一组，15分钟po出合照，然后有一些的你按照这个规定，不是太多的运动，但是。我们可以一起来参与详细的我们再去看好，10月15号、10月30号，还有我们有花艺展，我们都可以透过这些人呼召人进入教会。昨天有这些鼓舞班的结业，新的一期又要开始。对这些家长，我们人群进来了，鱼群进来了，我们如何去抓鱼？牧区要来吗？或者是你们做你们的，我们就冷眼旁观。你可以选择这样，你也可以选择我来跟他们建立关系。弟兄姐妹，刚才这一章，特别是我们有一些纪念的，可能红酒或是这些。其实我看淡江教会他们比我们更辛苦他们好几亿但是他们透过这些其实我们只是限量，我们不是很多。你要不要参与？你可以做决定。就是现在，已经有好多人说牧师，我预备要参与。我说很棒，因为你要经历到神在你生命当中的恩典。所光照我们弟姐妹自己做的，然后耳挂咖啡，这个就是在感谢大家的参与回应，但是只有限量。我先说所以弟兄姐妹，就是现在你可以起来参与在建造，不管是在金钱，或者是在你参与在圣工，我们一起来建造，不要让你落在无权、无份、无纪念。这个就是在尼希米里面讲的。第二个，我们被神激动起来行动，我们要看见，我们看见就是要等候，所以很小心弟兄。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过程要不要等候？要等候。你知道我6年前，很快牧师来第6年了。6年前，上帝的话告诉我们，然后呢？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回应？我不知道有没有一张的这一张
新庄教会送给我一个匾额，叫做什么？大声一点来！得地为业。耶稣亚，上帝呼召他，然后进入到迦南地得地为业。6年前还没有这件事情发生，但是我一直记在心里面。虽然这个过程有一些的波折，需要等待，所以弟兄姐妹，上帝的话语有没有激动我们？上帝的话语有没有要我们等待？有适当的时刻，卖了观音的地，然后在整个过程当中，神给我们够用的恩典，我们需要祷告，不是没有祷告了。然后还有一些不同的意见，我们整合。我们相信神的应许，所以过去在教会或者在我个人的生命当中，让我们如何去用信心来经历上帝的恩典是够用的。如果你相信上帝的恩典够用的话，你要先相信上帝的话，好吗？上帝的话不是人的话，所以从上帝的话你去读，哇，有上帝的应许，然后上帝的话语必然能够带来什么？带来成就，但是需要有顺服啊！在这整个过程当中，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来，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就是说，上帝掌管人的心。你看似困难，但是当你的祷告会撼动王的心，然后改变一切。我们为着屋主来祷告。所以那个刚硬的心慢慢降，后来价格 OK， 我们才买。所以我们看到神感动，然后可不可以，然后我们重新来建立这样的一个圣殿。弟兄姐妹，上帝的恩典够用，神要给你得什么为你的业。是得什么样的一个工作？是得什么样的一个恩赐？是得什么样的一个服事？我相信神只有对你说话，可能神也对感动牧者来对你说话。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回应？你相信上帝的话语里面带的应许必然成就吗？你相信吗？如果你相信，你确信，就必得着。就像上次牧师跟大家分享了，哇，那个就是我的啊，感谢主啊，我10月10号就要去住了，老英格兰。第二个要不要顺服圣灵带领？如果你敬畏神，我一直把这一句话挂在我的口，敬畏上帝的人无论大小，主必赐福啊！敬畏摆在前面。无论你是什么人，神必赐福，顺服必蒙福。当你顺服在圣灵的带领，把神的功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摆在前面，神不会让你落空，神必定要补足你。所以弟兄姐妹们一起站立好吗？我们一起站立，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耶和华要为你成就大事了，但是你的态度是怎样？冷冷的，不敢、不想、不愿回应吗？或者是你愿意来神的面前，主啊，我愿意，不管是现金、现功，神来使用你的恩赐哦。手借给我好吗？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铺张云彩，当遮盖，夜间是火光照。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在干旱之处使水流成河。我们要欢呼，诉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胆了。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诉
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是站的人。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命令狂风止息，那波浪就平静。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张开双手，我们就得保住。我们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他必带领选民欢呼向前，他将列国的地赐给我们。他必带领选民欢呼向前，他将列国的地赐给我们。再来，他必带领选民欢呼向前，他将列国的地赐给我们。他必带领选民欢呼向前，他将列国的地赐给我们。我们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拍掌，将荣耀归给我们的主，归给应许你的应许要成就的主。弟兄姐妹，你相信神的话吗？你相信上帝的话吗？如果你不去看，你怎么相信？如果你要去看，你就要相信上帝的应许在基督耶稣里面都是怎样？都是是的，不是不是，是正确的，是正向的。他要帮助你哦，不是常常否定，不可能，不能成就。耐心等候，神有神的时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谢谢你借着你的话语来启示我们，知道你带领我们前的方向。求主圣灵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在等待的过程当中很难，不容易。但是当我们心相信，当我们口宣告，我们必看见你的应许应验成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一件一件的，不是只有一件，是更多更多充满在我们生命当中。是你要使用我们，当我们先把优先顺序摆好，把神的国、神的义摆在我们前面的时候，我们相信我们要宣告神的成就、神的应许、神的恩典就必然临到。谢谢耶稣，愿主耶稣基督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上的代价，这个全能赐给我们。天父上帝继续用你的慈爱的手引导我们，相信你的应许必然成就。主圣灵感动我们的心，信靠顺服，我们就必蒙福，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耶和华已经为我们成了大事，他命令狂风止息，那波浪就平静。耶和华已经为我们成了大事，
他打开双手，我们就得保住。我们要欢呼，数着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诉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弟兄姐妹，我们聚会就到这边啊！愿神的平安与你们同在，神的恩典充满，请坐，我们默祷。